大家好，我是卡卡大师兄游戏解说，今天让大家参观我的双层观光巴士战车。这外观造型是不是挺漂亮的？我可是在车上安装了40个火箭弹发射器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辆观光巴士，还是可以变身成为杀伤力很强大的战车。等会展示给小伙伴们看看。哇哦哇哦，大师兄，你这辆双层观光巴士挺帅气的啊！车身2侧还有火箭弹发射装置。小师弟，我这辆可不是一般的双层观光巴士，它既可以载客，又可以作为战车，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做双层观光巴士战车。呀，厉害了！又是可以变身出厉害的武器吗？那待会又是可以去轰炸大山了。哈哈，战车形态可以同时发射40个火箭弹，威力很巨大的哦。老是炸大山，小伙伴们说要罚款的。没事没事，我稍后会把它修好的。你赶紧让我来驾驶它吧。好，我来教教你怎么操作吧。双层观光巴士战车变身。